你有幾耐冇洗過你部冷氣機呢？香港天氣潮濕，冷氣裏面容易積聚細菌同埋霉菌，唔想開冷氣機嗰陣屋企一陣味，不如揾我哋啲 CH2box 電器維修服務團隊上門做個室內掛牆式分體冷氣機嘅長效抗菌消毒清洗服務啦。今日我哋就揾咗一個幾年都冇洗過冷氣機嘅個案，為大家示範下。喺洗冷氣之前，我哋都請教下師傅，點解洗冷氣係咁重要嘅呢？疫情持續反反复复，大家都好注重衛生。洗冷氣最好嘅優點就係可以減低細菌滋生，確保出風空氣質素。洗完大風咗，又凍咗，可以減低耗電量，又慳電費，連部冷氣機嘅壽命都會延長。喺過程中，我哋都會揀選由美國認證嘅長效抗菌保護塗層，佢可以防止99.9% 嘅細菌，例如新冠病毒、大腸桿菌，佢亦都有安全評級認證，再配合埋高溫蒸洗消毒，而且我哋嘅師傅全部都有專業認證嘅資格，幫你清洗得妥當又安心。任何牌子掛牆分體冷氣嘅室內機都可以用我哋嘅服務。咁我而家就示範一下一般清洗冷氣嘅程序。開始清洗之前，師傅會先檢查冷氣機係咪運作正常，以及關閉好電源，然後就會開始拆冷氣機嘅外殼同埋配件，再用防水物料保護好冷氣機嘅周圍同埋地下，跟住就會開始清洗嘅程序。師傅會先用高壓槍清洗機身同埋出風口等位置，用冷氣機專用嘅環保清潔劑清洗每組銅管線片同埋其他嘅冷氣機組件，再用高壓水槍徹底咁噴洗，以及清洗機身內嘅豬籠式抽風扇同埋去水喉。而家已經睇到前後嘅對比有幾咁之大。至於一開頭拆咗出嚟嘅冷氣機外殼以及隔塵網，亦都會清洗乾淨。而冷氣機身亦都會進行蒸汽高溫消毒，亦會噴上長效抗菌保護塗層，有效抗壓細菌滋生。到最後，梗係幫你安裝翻好部冷氣機啦。再檢查埋冷氣機係咪運作正常，例如出風量同埋溫度，冇問題嘅話，咁就完成噶啦。睇下前後嘅對比，真係污糟貓都變白雪雪啦。最緊要就係確保翻出風嘅冷氣乾淨又舒適。如果你都想清洗冷氣，咁就快啲同我哋預約服務啦。